我没甩开他的手，我转过身，反手握住他的手腕，用力往外掰。他疼得叫了一声。你以为我还是昨天那个新娘？那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当傻子。他松手了，我拖着行李箱下楼。顾言坐在客厅沙发上，面前的烟灰缸堆满了烟头。他看见我站起来，我们谈谈。没什么好谈的。我跟宋瑶，我不在乎。他愣了一下。顾言，你出轨，我走人，很简单的逻辑，不需要谈。我走到门口，他在身后说了一句话：你离开我，什么都不是。我停下来，回头看他的时候，我笑了。你说的对，我在你身边7年确实什么都不是，但离开你之后我会是什么？你等着看。门关上的时候，我听到了他砸东西的声音。